溫哥華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隻腳張家豪，俾聲聽下先。哇，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。今日其實咧，我今次係真係第一次踏足溫哥華呢個地方。上一次咧好遺憾啦，我就嚟呢度轉機嘅啫。咁所以今次咧真係正式係第一次喺度同大家唱，亦都係我喺溫哥華嘅第一個表演。所以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。咁大家都期待咗好耐㗎，我都期待咗好耐。咁我不如咧就唱隻歌俾大家先啦，識下好嘛？之後再慢慢同大家傾下偈咁。第一隻咧，我送俾大家嘅咧，就係喺《中年好聲音》裏邊咧第一季，大家有冇睇啊？第一季仲記得嘛？係啦嘅一首我哋《中年好聲音》嘅其中一隻嘅主題曲，亦都大家都好識唱嘅呢隻，就係 Beyond 嘅《不再猶豫》，因為你喜歡。達到理想不太易，即使有信心，鬥志卻驚止。誰人令我去畫畫，令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兩手，向理想揮手。問句天幾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。自信打不死的心態活到老，一齊唱。我有我心底故事，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與夢兒。總有創新不具備，夢想有一達成，找到心底理想的世界，終可見。俾支掌聲啊！誰會試過猶豫，達到理想不太易，即使有信心，有時卻驚止。誰人令我去畫圖，令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兩手，向理想揮手。問句天幾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。自信打不死的心態活到老。